Hello，大家好，我係李梓敬，今日係2025年6月26號。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幾件事嘅。嗱，首先咧最近有報道話社民連咧就快解散喎，究竟係唔係真嘅呢？長毛坐完監出嚟之後，又會唔會繼續濫用公屋呢？嗱，另外小紅書上面有周杰倫演唱會嘅黃牛飛炒到成7000蚊喎，究竟黃牛黨係咪已經無法無天呢？班小黃人想杯葛鄧紫棋嘅演唱會，又會唔會成功呢？嗱，最後最近喺北約峰會嘅時候，特朗普逼其他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升到 GDP 嘅5%喎，究竟佢哋制唔制呢？澤連斯基又點樣繼續俾美國利用呢？咁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右下角嗰度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將呢條片廣傳開去，等更多嘅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唔想你知道嘅真相。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唔少攬炒派團體，好似教協啦、支聯會啦、民陣啦、公民黨啦，甚至乎民主黨，佢哋都紛紛解散。至於攬炒派唔少人物，好似楊岳橋啊、林卓廷啊、黃之鋒啊、長毛梁國雄呢班就因為參加違法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依家喺監獄裏邊坐緊監。因為佢哋違反嘅係國安法，坐監係以年計嘅。出翻嚟嘅時候，個世界就梗係唔同晒啦。好似長毛咁樣，到佢出嚟嘅時候，佢個黨社民連就已經冇埋啦。社民連呢個政團唔講唔知，原來已經成立咗19年啦。全名叫做社會民主連線嘅社民聯係2006年10月1號成立嘅。咁當年就由黃毓民做主席啦，長毛啦、陳偉業呢啲激進派人士係創黨嘅。佢哋自稱就係左翼政團，咁話自己反對官商勾結，擁護主權在民，堅持基層立場喎。但係實際上佢哋所謂嘅抗爭根本就係搞亂香港，破壞社會秩序啫嘛。社民連嘅抗爭手法可以講得上係將暴力政治引入咗香港㗎。最經典嘅場面可能要數到2008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喺立法會宣讀呢一個施政報告嘅時候，黃毓民竟然向佢掟蕉，搞到成個立法會雞犬不寧，成為香港政壇嘅笑柄。時任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鬧爆佢不知所謂，就連自己有公民黨、民主黨都話唔認同，仲有30個議員聯署譴責佢，搞到立法會嘅形象掃地啊！之後另外一次就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讀預算案嘅時候，長毛又向佢掟苦瓜同埋茉莉花，就話嗰個預算案淨係識得救市，唔識得救人，結果又係被驅逐離場啦。呢啲咁嘅行為根本就係破壞議會嘅秩序，浪費納稅人金錢，完全都唔係市民謀福祉嘅。不過講到社民連嘥得最多納稅人錢個另外一場鬧劇相信就要數到2010年佢哋搞嘅所謂5區公投啦。當時佢哋聯同公民黨5個立法會議員無啦啦辭職，搞咗嘅所謂變相公投，話要爭取雙普選喎。結果投票率得17.1%， 5個人喺冇競爭嘅情況之下重返議會，完全係浪費公帑，搞到社會更加分裂。班小黃人仲要沾沾自喜，真係不知所謂啊！之後社民連內部因為路線嘅問題而分裂，咁黃毓民同埋陳偉業就退黨，另起爐灶搞咗個人民力量，令到社民連嘅議席由3席跌到得返1席。咁去到2016年嘅宣誓風波，長毛因為宣誓玩嘢，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失去咗議員嘅資格，搞到社民連喺立法會議席歸零啊！去到2019年嘅反修例暴動期間，社民連就更加變本加厲啦。長毛啦、岑子傑呢啲人參加咗2020年攬炒派嘅非法初選，企圖癱瘓政府運作，結果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梁國雄就被判坐監6年9個月，依家仲坐緊。至於岑子傑就坐監51個月，最近已經放咗出嚟啦。咁多年嚟做咗咁多衰嘢，就梗係有報應㗎啦。唔怪得最近有消息話社民連可能喺今年呢個7月1號之前宣布解散。
咁現任主席長毛嘅老婆咧陳寶瑩面對呢個傳媒查詢嘅時候，竟然話暫時不作回應喎，擺到明就係心虛啦。其實社民連呢班人搞亂香港咁多年，解散就係遲早嘅事啦，根本就係自己攞嚟嘅。嗱，事實上咧，最近社民連前成員周劍豪都已經因為喺社交平台亂噏，發表咗145則呢一啲煽動嘅言語，包括消滅共產黨啦，夠膽就嚟開戰啦，炮灰，話 #中國係全世界最大人體器官交易場所等等，咁結果就被判監12個月。咁呢啲人仲想抵賴，話自己淨係想發泄情緒，但係就明知犯法都仲要講，根本就係挑戰法律嘅底線，破壞社會安寧，判監就抵死㗎啦。而且喺周劍豪審訊期間，仲有啲旁聽人士，包括阿牛曾建成就話司法機構嘅保安員影佢相，搞到要報警，仲話警方包庇職員喎。但係司法機構就翻查翻CCTV 啦，咁根本就證明係冇呢一回事㗎，證明佢哋根本又係想借題發揮，抹黑司法機構，破壞香港嘅法治精神，真係離晒譜㗎。事實上社民聯呢個政團搞咗咁多年，香港市民都睇到佢哋嘅真面目啦。佢哋成日話自己代表基層，但係實際上有冇幫過基層呢？梗係冇啦，淨係識搞亂香港，煽動仇恨，挑起社會矛盾啫嘛。而且佢哋嘅前主席長毛之前明明做緊立法會議員出緊咁多人工，仲要住公屋，擺到明就係攞基層着數，仲話要自己幫基層喎，真係得啖笑啦。點都好啦，社民連呢啲政團搞咗咁多年，最終都係自食其果。依家傳出佢哋即將解散嘅消息，相信正常人都會拍晒手掌㗎。香港要發展要穩定，根本唔需要呢啲攬炒派團體繼續存在。希望各位市民睇清楚呢班人嘅真面目，唔好再俾佢哋有機會搞亂香港。支持愛國愛港嘅建制派，咁先係香港嘅正路啊嘛。講完社民連，跟住講下 Gem 鄧紫棋啦。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一直都好注重大型活動同埋盛事經濟，所以最近一段時間最受矚目嘅話題，相信就一定係非啟德體育園莫屬啦。事關啟德體育園呢個可以容納成33000幾個觀眾嘅超級主場館，已經喺今年3月1號正式開幕。自從呢個場館開幕之後，已經舉辦過多場嘅大型活動，好似五月天啦、Coldplay 同埋謝霆鋒演唱會等等，都非常成功㗎。最近華語樂壇天王周杰倫嘅嘉年華世界巡迴演唱會2025年香港站即將喺6月27號開始，一連3日喺啟德主場館舉行啦。咁啲飛一早就已經賣到斷晒市啦，搞到好多歌迷一飛難求。原本演唱會咁成功就梗係好事啦，不過竟然有黃牛喺小紅書上面炒賣包廂飛，每張賣成7000幾蚊喎，仲串爆話香港冇實名制，唔會查身份，真係好離譜啊！明目張膽咁樣挑戰我哋香港嘅法治同埋秩序。其實炒黃牛飛嘅問題，香港一直都存在，甚至乎可以講得上係越嚟越猖狂啊！有立法會議員今年1月8號喺立法會提出質詢，要求政府打擊炒賣黃牛飛活動嘅時候，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就回應話：康文署轄下場地依家係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去管理㗎，場館職員會巡查制止炒賣活動。不過睇返記錄，過去2年竟然冇一個人因為炒賣黃牛飛而被定罪喎。警方同康文署都冇接獲任何舉報喎，咁樣嘅情況係咪代表現有嘅措施根本無效呢？咁嘅情況唔怪得知好多人覺得政府應該盡快推行實名制買飛制度，仲要開設官方嘅轉讓平台，防止黃牛炒賣，保障市民嘅利益。事實上內地一早就已經實施咗實名制啦，效果非常之好㗎。點解香港仲要拖拖拉拉呢？政府真係認真諗下，唔好再俾黃牛黨有機可乘啦。好彩黃牛飛嘅問題亦都冇影響到愛國歌手嘅受歡迎程度，好似Gem 鄧紫棋咁樣，最近就宣布8月15至到17號喺啟德主場館舉行 I Am Gloria 世界巡迴演唱會2.0香港站。門票由680蚊起跳，
6月25號咧喺 Klook 嗰度優先開賣，7月4號咧正式公開發售嘅。呢個消息一出，網民即刻瘋狂搶飛啦，證明鄧紫棋嘅人氣真係唔係講少㗎。而且最近咧，鄧紫棋仲得到法國高端護膚品牌Biotherm 嘅青睞，成為品牌嘅中國代言人。Biotherm 就話咧，鄧紫棋嘅自然清新、親和、活力陽光形象同品牌嘅理念非常吻合，所以咧證明 Gem 真係好受歡迎㗎。其實咧鄧紫棋一直都係愛國愛港嘅藝人，大部分時間咧喺內地發展，所以嗰班小黃人一直都想杯葛佢。不過事實證明佢哋一次又一次失敗，真係搞到自己好冇面咯。而另外一個愛國藝人謝霆鋒最近亦都喺四川拍攝節目《百姓的味道》第二季，走訪咧瀘定橋同埋多個景點，發掘美食背後嘅百姓故事。當咧謝霆鋒現身四川街頭嘅時候，就吸引咗大量嘅觀眾圍觀，場面好熱鬧啊！仲要保安開路先至行得到，網民激讚佢 keep 住靚仔樣，仲話佢係365度無死角的帥，證明咧佢嘅人氣高企，嗰班咧小黃人想杯葛愛國藝人嘅計劃，再一次徹底失敗。事實上咧，謝霆鋒4月份喺啟德主場館舉行嘅 Evolution Nick Live 謝霆鋒盡快演唱會，爆到阿媽都唔認得，全香港瘋狂洗版，掀起咗一股風潮。之後仲宣布內地巡演第一站將會8月喺呢個杭州舉行，證明佢嘅人氣唔單止喺香港喺內地一樣咁犀利啊！其實咧，黃人嘅杯葛行動從來都係自取其辱嘅，佢哋成日話要杯葛愛國藝人，但係每次咧都係失敗收場。好似之前佢哋話要杯葛謝霆鋒，但係謝霆鋒嘅演唱會就場場爆滿。佢哋依家又話要杯葛鄧紫棋，但係鄧紫棋嘅演唱會咧就一票難求，證明咧香港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嘅，唔會俾嗰班小黃人嘅歪理誤導到咯。點都好啦，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舉辦大型活動係非常好嘅事，但係咧炒黃牛飛嘅問題咧真係唔可以視而不見啦。政府咧應該盡快推行實名制嘅買飛制度，保障市民嘅利益，杜絕黃牛黨嘅猖狂行為。至於咧嗰班小黃人，佢哋嘅杯葛行動一次又一次失敗，證明咗香港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嘅，大家都會支持愛國愛港嘅藝人，唔會俾嗰班小黃人咧嘅歪理所誤導㗎。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咧我哋愛國嘅藝人，唔好俾嗰班小黃人有機會搞亂香港嘅娛樂圈啦。講完鄧紫棋，跟住講下北約啦。美國咧成日自稱民主自由嘅燈塔，話自己係世界和平嘅守護者，但係實際上咧佢哋嘅所作所為根本就係霸權主義，就連自己嘅盟友都蝦，真係離晒譜㗎。最近咧喺荷蘭舉行嘅北約峰會上邊，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再一次展現佢嘅霸道作風，逼北約成員國同意喺未來10年裏邊咧，將國防開支提高去到國內生產總值嘅5%，引起歐洲好多國家嘅強烈不滿。其實咧特朗普一直以嚟咧都唔信咧美國要承擔北約大部分嘅軍費㗎啦。早喺2018年咧，佢就已經要求北約國家將國防開支咧由 GDP 嘅2% 提升去到4%。今次咧更加進一步要求去到5%，真係欺人太甚啊！事實上咧，唔少北約國家嘅國防開支咧，去到依家連2% 都未到嘅，好似加拿大啦、意大利啦、西班牙等等，根本咧就冇可能突然間咧提高去到5% 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加講到明，佢哋國家淨係需要俾 GDP 嘅2.1% 咧，就已經足夠滿足北約嘅核心軍事需要，根本唔需要去到5%。加拿大咧亦都表示，最快要去到2026年啦，先至可以達到2%。至於5% 嘅目標，更加係遙遙無期啊！至於德國，佢哋就係咧歐洲最大嘅經濟體啦。國防開支目前咧，亦都係只係 GDP 嘅2% 左右。如果真係要提高去到5%，每年咧就要額外俾多咧幾百億歐元喎。經濟學家 Jens Boyson 咧就話，歐洲如果真係要達標，可能要通過舉債啦、削減其他公共開支，甚至乎咧增加稅收，搞到國家經濟更加困難。德國咧總理咧默茲亦都話，雖然咧德國會盡量配合，
但係咧實際上要達到5% 嘅軍費開支係一個極大嘅挑戰，甚至乎咧可能影響德國經濟嘅穩定性啊！嗱，其實咧特朗普咁樣做目標咧就好明顯啦，就係要歐洲國家幫美國咧就分擔軍事負擔，咁啊等美國咧可以集中資源對付我哋中國同埋咧俄羅斯嘅。咁之前咧美國眾議院就通過咗咧2025年咧國防授權法，咁啊總額咧高達8950億美金，當中咧講到明咧係要如激光般聚焦咁樣應對咧我哋中國威脅。仲要加強咧印太地區嘅軍事存在，咁啊法案咧仲包括咗多項針對中國嘅措施，好似咧限制中國無人機企業大疆同埋咧道通智能咧喺美國市場嘅活動，甚至乎連中國嘅大蒜啊都禁止喺美國軍營超市嗰度買啊，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嘅。嗱，除咗咧逼其他北約成員國加大軍費開支之外，特朗普喺今次咧北約峰會期間，仲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話考慮咧向烏克蘭提供更加多愛國者導彈，仲傾話聯合生產無人機。咁啊，澤連斯基就話咧會出錢買美國嘅防空系統，仲話要多謝特朗普嘅支持。但係特朗普就否認有同咧澤連斯基討論停火嘅問題，仲話會直接打電話俾俄羅斯總統普京要求結束戰爭。不過咧，美國咧真係好狡猾㗎，表面上就好似幫烏克蘭，實際上就係繼續用烏克蘭嚟拖垮俄羅斯。烏克蘭人民嘅苦難咧，佢哋根本就唔理㗎。嗱，講翻北約啊，佢哋本來咧就係冷戰時期咧，美國為咗對抗咧呢一個蘇聯成立嘅軍事聯盟，咁啊49年成立，咁最初咧淨係得咧12個成員國嘅啫。咁啊冷戰結束之後，本來咧就應該解散㗎啦。但係美國為咗維持自己嘅霸權啦，繼續擴張北約，吸納東歐嘅國家加入，甚至乎咧企圖將烏克蘭拉入北約，直接咧威脅俄羅斯嘅安全，咁啊導致俄烏戰爭爆發咯。嗱，美國呢種霸權主義唔單止令到歐洲國家承受巨大嘅軍事壓力，仲令到歐洲同埋俄羅斯嘅關係惡化，搞到咧歐洲經濟同能源供應都受到嚴重影響啊！嗱，睇翻我哋中國啊，我哋就從來唔會咁樣咧對待其他國家噶啦。我哋國家一直主張和平共處、互利共贏，從來唔會逼其他國家做自己嘅炮灰嘅。嗱，好似我哋嘅一帶一路倡議，就係希望透過經濟合作，幫其他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啊嘛。嗱，美國就唔同啦，成日講民主自由，但係實際上咧就係要其他國家服從佢哋嘅利益。唔聽話就制裁打壓，甚至乎發動戰爭。嗱，特朗普呢一種咧霸道嘅作風，唔單止令到歐洲國家不滿，長遠嚟講咧，相信更加會令到美國嘅盟友產生離心，物極必反。嗱，歐洲國家都唔係傻噶嘛，佢哋遲早會睇到美國嘅真面目，唔再甘心做美國嘅棋子，到時候美國嘅霸權就會瓦解啦。點都好啦。美國成日講民主自由，但係佢哋嘅所作所為根本就係霸權主義，連自己嘅盟友都蝦，咁樣嘅國家仲有乜嘢資格講人權民主呢？反而我哋中國一直以嚟都係提倡咧和平合作，從來唔會逼其他國家做自己嘅棋子嘅。希望咧歐洲國家早日醒覺，唔好再被美國利用，真正為自己國家嘅利益着想，同我哋中國合作。咁樣先至係對佢哋國家正確嘅選擇啊嘛！嗱，喺2020年嘅時候，我哋一班正常人 KOL 就曾經舉辦過一次見面會，同大家親身見面。而多謝各位當時嘅支持啊！當日嘅活動咧非常成功，全場爆滿，大家一齊咧度過咗一個好愉快嘅下午啊！但係咧，自從嗰年咧國安法實施，社會開始逐漸穩定之後咧，我哋一班 KOL 就各自忙自己嘅生活，所以咧都比較少聚埋一齊嘅。嗱，轉眼間距離上一次見面會話咁快已經5年啦，所以咧我哋最近咧一班 KOL 就決定再次聚首一堂，再次舉辦一次 KOL 見面晚會，同各位正常人親身見面，分享一下我哋最近幾年咧嘅心路歷程同埋近況啊！而我哋呢一個見面晚會，亦都已經喺6月12號晚咧成功舉辦啦。當日活動亦都係全場爆滿，300幾個正常人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好難忘嘅夜晚啦。嗱，我哋已經將當日嘅片段咧 post 上 YouTube。如果咧大家想重溫嘅話，就請撳呢一度收睇啦。多謝你，拜拜。